哎呀！嗱，關節成日囉囉聲，其實係身體發出警號，表示骨與骨之間嘅關節可能已經受損啦。乳幼堂特強關節活有滲透摩擦膏，可以助你即時舒緩關節不適，再配合口服補骨膠囊，助你修補退化關節，外敷內服，全面護理關節。我哋而家準備咗個關節活力操，一齊學識保護關節。有咩唔明嘅，落呢個網址睇啊！預備好，而家關節活力操正式開始。踎踎低，起起身，特強關節活力操，向左扭，向右扭，成日唔喐易扭親。碌碌手，鬆肩頭，關節舒服真一流。向前蹬，揮揮手，拍拍大髀，摸摸頭。關節活 ，one more time， 手指關節要靈活，舉舉手，彎彎腰，伸左伸右唔少得。關節活 ，one more time， 骨頭保養唔慢得。交叉手，打圈圈，橫開一步轉個圈。關節活 ，one more time， 左左右右踢踢收。keep 住食 ，keep 住搽，舒緩關節自然開。關節活 ，one more time， 身體靈活好開心。關節活力操，關節舒服真一流。而家由你嚟跳啦！